今晚吃饭吃馄饨，跟娘好吃。今后来吃的馄饨，前2天隔壁头有个老王西，那么帮着几日天忙，也没功夫食补，也没功夫做好吃的。今是南瓜再一顿，那么整个再一顿子，侪杀得来。上天花头的2个烂南瓜子，明朝头好南瓜再烧得吃脱。2帮5那里头洗里得来个糯米，要勾粽子，那么它里头勾粽子里头总怕啥用场个。那么明朝头呢，南瓜整是再一顿子，晚上是个南瓜烧得花脱没法数的，那么只好烧得大家吃脱。3月份吃馄饨没？今个弄点馄饨吃吃。